珠海版天璽天華發新樓終於面世啦！同款嘅維港海景一覽無遺啊！呢個海景大家心動嗎？樓下就係我哋九州港客運碼頭，可以返到我哋香港、深圳，仲帶咗我哋尊貴嘅遊艇碼頭，都有我哋香港航線㗎。咁除咗坐船之外呢，10分鐘就可以到達我哋港珠澳大橋口岸啦，做到隨時隨地就可以返到我哋香港啦。1400尺3+1房設計啦，包括我哋電視背景板啦、全屋嘅冷氣啦，都係我哋交標啦。開放式嘅廚房顯得成個廳更加之光猛大氣啦，甚至乎連我哋呢個位置都可以望到一覽無遺嘅海景啦。入門位置都係可以望到呢個景觀，仲帶咗我哋洗手間嘅空間啦。呢個單位每個位置都可以望翻我哋全海景嘅景觀啦，主人房270度嘅全海景景觀啦，甚至乎我哋洗手間都可以直望翻呢片海景噶，而且全屋係帶咗我哋一個豪裝交標啊，全屋嘅智能系統構變非常之高啊，兩間客房同樣望到海景啦，呢個位置就係我哋珠海市中心啦，周邊商業配套成熟，回港方便啦，而且樓下仲帶咗我哋華發獨有嘅下沉式會所，有興趣嘅朋友快啲 PM 我啦！